宝贵的奖项了，然后特别想感谢我们的梦溪一直在支持我们。有一天，有一个粉丝说，世界上没有爱，如果世界上没有爱这个单词的话，你会怎么表达愛呢？我現在可以回答，把我的世界都給你，真的特別謝謝。인사드리겠습니다. 지금까지 베이비몬스터였습니다. 我哋再次恭喜 Baby Monster 獲獎，我哋一定會繼續支持你哋嘅。